佩尼達島嘅鑽石沙灘果然名不虛傳。Hello， 各位早晨，今日我哋要去佩尼達島嘅鑽石沙灘，揸機車由西岸到東岸，車程大約1個鐘鬆啲，成程車都揸得比想象中辛苦，因為啲山路又長又沉，個感覺有啲似喺台灣環島踩單車咁樣，一路望住個導航，點解踩咗咁耐都未到嘅？再加上啲路勁爛，全部都係坑坑歪歪，少啲經驗都容易炒車。你睇下呢條路，人行嘅咩？另外啲路都比較窄，對面啲麵包車、商務車一經過，都好壓縮成個道路使用空間。當然有啲路段沿途風光非常之靚，個感覺有啲似世界海洋公園玩 4D 動感影院。望到個海邊就知道我哋就嚟到今日嘅目的地啦。落到去先交停車費，機車5000蚊印尼盾，抵到爛。停車場喺度，轉個頭我哋就可以買票入場啦。門票45000蚊印尼盾，仲送一個冰箱貼。今日雖然天氣麻麻，不過遊客都幾多下。回頭一望，呢啲尖聳嘅岩石真係好似一粒粒鑽石咁樣，唔怪得之叫鑽石沙灘。風景咁靚，我都忍唔住要自拍一下。然後我哋就沿住懸崖邊10級而下，落樓梯去沙灘。成條路都勁多人打卡。原本係從後跟隨模式，點知走喺我前面。咁啱呢個時候潮漲，成個沙灘都俾海水淹沒。落到嚟放嘅航拍，別有一番風味。啲海水顏色同埋海浪拍打嘅形狀都非常之靚。少少總結，雖然今日揸車來回要2個半鐘。不過呢度有碧藍嘅海水、白色嘅沙灘同埋鑽石形狀嘅岩石，所以呢個隱蔽嘅天堂係值得大家過嚟嘅。記得繼續關注支持我，我哋聽日見。